第40題嗱，咁啊呢啲咧極高難度嘅題目，因為咧同四心有關啦。OK，咁啊嗱，如果你真係要做嘅話咧，咁啊首先我哋揾翻晒3點先。佢而家話咧個圓形嗰條三角形嗰3條邊咧，就分別係3條 equation 啦。咁啊就3條線啦，我亂畫嘅啫。OK，咁咧佢就話呢個三角形嘅 in centre 嘅 x coordinate 係31。咁我哋就要揾翻啲交點先。咁我逐個嚟啦。嗱，又係啦，我當呢個1、2、3咁樣去理解啦。嗱，1、2嘅交點就擺明係用 program 2嘅1啦。咁啊4、3負24、4負3負24，將個24調過嚟啊，應該會咁都係6同0嘅。咁啊1、3嘅交點咧，咁啊我暫時未有個 a， 咁我代個 x 係個 a，4 乘 a 加 3y 等於24。咁我就叫做 so call 咧，計到個 y 係24減4a over 3。咁所以1、3呢點咧就係 a 同埋24減4a over 3啦。然之後繼續咯喎，去到2、3，咁啊2、3咧都係代 x 係 a 啦，4a 減 3y 等於24，4a 減24等於3y，個 y 係4a 減24 over 3。咁所以2、3個點咧就係 a 同埋4a 減24 over 3啦。佢而家同你講呢3點個 in centre 個 x coordinate 係31，問我哋 a 係幾多？其實咧逐個檢查嘅啫，因為 program 3咧係可以出到個 in centre 噶嘛，係面積3條邊3隻角之後嗰個就係啦。咁啊，你代試翻晒呢啲4個 a 嘅可能性咯。咁我逐個試啦。例如我試 a 係15先，咁啊 program 3 6加 0i 就一定噶啦。如果 a 係15嘅話咧，第二點就係15加括住24減4乘15生括弧除3再乘 i， 係啦。咁啊第三點就係15加翻括弧4乘15減24生括弧除3再乘 i。咁啊面積邊角跟住 in centre 嗱 in centre 嘅 x 坐標佢會出先嘅，佢會出11，然之後 y 坐標係0嘅，咁啊即係代表佢 in centre 係11就唔係31，所以唔啱嘅。繼續檢查咯，咁啊不停咁做嘅啫，冇得真係做啊，難到飛起啊！做呢啲 MC， 咁啊 program 3代 a 係31，又嚟多次6加 0i 31加括弧24減4乘31除3乘 i， 跟住之後係31加括弧4乘31減24生括弧除3乘 i， 面積邊 MXY 係邊，跟住 cos 嗰啲咧係角度嚟嘅，再撳落去19.9啊！今次我撳到個 y 坐標依舊係0，咁但係總之就唔啱啦。希望唔好係度啦，要試咁多次。program 3第3次啦，試下 a 會唔會係45咧？6加 0i 45加括弧24減4乘45生括弧除3乘 i， 之後代緊入去呢啲數字嗰度啊。OK， 繼續再撳埋第3點45加4乘呢個 program 咧，如果你想攞5或者以上咧，其實係真係要記得嘅。因為 MC 呢一題咧，其實靠佢嘅 long quest 有時咧都可以靠佢幫手咧，去可以攞得到啲答案分添，去到 section B 嘅四心題目。咁啊，今次咧又係未得喎，27.7，然之後0喎，即係又唔啱啦。咁答案應該係多㗎啦，試埋佢啦。program 3 6加 0i 51加開括弧24減4乘51除3乘 i， 跟住之後51加開括弧4乘51減24除3乘 i。咁咧你就會揾到面積邊角，好彩啊！最尾嗰個咧真係出 x 係31，y 係0，第一個就 in centre 㗎啦。個 x 坐標真係31，唔好彩試4次先試到，但係咧呢個方法係做到嘅，雖然好煩，答案係多。